細個嘅時候，我大多數都係自己一個人，好似融入唔到其他人咁，亦都唔理解其他人嘅行為。之後喺中學嗰陣時，屋企經濟出現咗問題，喺因緣之下，我去咗台灣讀書，遇到一個影響我好深嘅人。喺未遇到佢之前，喺夢中都有提示，喺一場雨度，好似一個工業建築大廈入面有一個女仔嘅黑影。之後我遇到佢，有一見鍾情嘅感覺，跟住好快速咁樣，好似唔夠1-2個禮拜，我哋就一齊咗冇幾耐，嗰種感覺就開始退散，嗰種拉扯感好強，我哋互相都溝通唔到，但又好似針對性咁樣踩中對方嘅痛點。喺過程中，我都發現佢嘅外遇大概3次，分分合合。我其實都知道呢段關係係唔適合、唔健康，但又唔願意放低。之後因為畢業，所以我哋變咗異地戀。喺過程中，我哋好內耗，同埋會令我懷疑自己嘅問題。之後真係分手，喺夢中都見到一張相，裏面有佢同另外一個男仔，仲有一個夢都係見到一場雨，有一個蛋糕同禮物俾佢。跟住之後我亦都真係咁樣做，令我覺得好似一切已經有個安排。喺經歷完呢段關係，喺網上揾到資料，原來呢段關係叫做心靈催化劑或者偽傷身。當鬧交嗰陣時，我發現自己鬧佢嘅說話其實係抗拒緊自己嘅部分，係我自己身上嘅陰暗面同埋恐懼。我覺得好有趣嘅點就係我哋有好多共同點，個樣都有啲似，家庭都有啲似，同埋性格。跟住喺呢段關係，我睇到能量嘅運作，拉同埋推，一個追一個跑。之後我就經歷靈魂暗夜，因為我發現自己唔可以再捉啲咩嘢，以前嘅認知都被打破，原來係有唔同嘅思維。呢段關係裏面學習愛自己同埋界線同埋靈魂嘅成長。